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4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，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16到25节，约翰福音18章1到19节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受难日，我们将要用受难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。昨天我们纪念这个最后晚餐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发现了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之后，门徒就纷纷的问说，是谁呢？然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要问的应该是我吗？有一本这个复活节的诗歌，在清唱剧的本子叫做主活，里面呢有一首曲子的曲名叫做是我吗？总共有2节的歌词，在每一节的歌词里面最少出现了8次问说是我吗？就在这样歌词里面，在帮助我们反思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行为当中，我们是否是让主的名再度的受辱？基督是否因着我们一个不好的行为再度的受苦受难？我们是否是那个被耶稣让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面的人？在一般读经或是基督徒的脑子里面刻板的印象当中，大家都认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是因为罗马兵丁的鞭打。特别当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的电影受难剧 Patient 这个影片当中的那种场景，甚至是惨不忍睹的这个场景，或许还有人会说，就是那一位爱钱财而出卖耶稣的犹大，他使耶稣受难，他是最重要的原因。我想以上这一些都是非常正确的论点，但是事实上让耶稣受难不止这几个原因，其实是一连串的背叛所造成的，或者是说不小心的话语，不小心的一个作为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出卖耶稣的人们。我们来分析一下福音书在记载耶稣受难这一段，进了耶路撒冷城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从很早跟经学士还有祭司长就在计划要陷害耶稣，要杀他。然后就遇到犹大，我们刚说的，他为了钱财就出卖了耶稣。这个钱财就跟玛利亚膏抹耶稣的那个香膏等值，他为了这个钱财，他出卖耶稣。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旁边的学生在打瞌睡，他们在打盹，因为他们的打盹没有发现人要来抓耶稣。另外我们也看到逮捕耶稣的圣殿的兵丁，他们就把耶稣逮捕了，就带到这个希律王，带到比利多的门下去受审判。还有呢，当耶稣被捕之后呢，那一位否认耶稣3次的
彼得，当他一次又一次否认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在受苦了。希律王，还有那个洗手的比拉多，无论他洗多少次，他用这个菜瓜布来洗手，都没有办法否认他判耶稣上十字架的事实。还有那一群举手起来大声喊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们，同一群人可能当时候就在城门口欢迎接耶稣的这些人，他们马上就变成背叛了。当然那个抓耶稣、鞭打耶稣、抽签抢耶稣衣服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兵丁也是。当耶稣被抓之后，四处躲藏的门徒们，还有呢，是不是还有牧师没有想到的呢？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。一般我们称以赛亚书第50章到53章，我们说它是预表受苦基督的一个预言。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受苦受难的情况，早已经在旧约以赛亚先知口中预言了。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是无辜的，他是无罪的，也就因为他的顺服，他就成了代罪羔羊，成了献祭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成为了大祭司，为世人的罪来献祭，赎了世人的罪。但是他所受的苦却是我们无法想象，甚至是我们无法忍受的。基督徒应当如同这个门徒们所问的，是我吗？用这样子来反省我们自己，是否在我们的生活让主的名再一次的受辱呢？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我们的教会生活，我们的工作表现，我们跟人的接触，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是否能够成为基督徒信仰的见证，或者是因为我们所作所为，让主的名再度的受辱呢？这个礼拜中，在台湾的中台湾发生了暴动事件。这个暴动事件是发生在宗教的活动里面。一向自己号称为台湾人的救星救赎的大甲妈祖，每一年呢都会在彰化的民生地下道上演抢轿的暴动事件。今年更有警察因为这样子被打伤。那牧师只有一个问题啦，就是说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哎呀不用了啦，宗教都是劝人家行善啦这是叫人行善的宗教吗？如果一个叫人家行善的宗教会这样子暴动去打人去抢吗？如果再有人告诉我说宗教都是劝人行善，我怎么样也不会是相信的。是的，基督徒应当时常反省自己，我们是否成为那出卖耶稣，就像那一群打架抢东西的妈祖的跟随者一样？是不是我们会使基督受苦呢？因为其实到如今还有许多人仍然在做出卖耶稣这件事情，真的是愿上帝赦免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诗篇22篇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哀嚎求助，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？我的上帝啊，我白天呼号，你不回答；我夜间哀求，也得不到安息。
但是你被尊为圣者，是以色列颂赞的对象。我们的祖先信靠你，他们信靠你，便拯救他们。他们向你哀求，就逃脱了危难。他们信靠你，不至于失望。然而我不再像一个人，我像一条虫，被人藐视嘲笑。看见我的人都讥笑我，对我摇头吐舌，说你倚靠上帝，他为什么不来救你？上主若喜欢你，为什么不来帮助你？上主啊，你使我安然出母胎，我做婴儿的时候，你保护我平安。我一出生就投靠你，我一离开母胎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你保护我平安，我一生就投靠你。我一离开母胎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灾难到了，我却求助无门。许多敌人像公牛包围着我，他们像巴山凶猛的公牛围攻我，他们像吼叫的狮子，张口要吞吃我。我的精力消失，像泼在地上的水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的心像蜡块融化在内脏，我的喉咙像尘土一样枯干，舌头粘在牙床上。你竟让我在尘土中等死，作恶的人结伙围困我，像成群的恶狗困扰我。他们撕裂我的手脚，我的骨头粒粒可数。仇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又为我的内衣抽签。上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救援我，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，求你从狮子的口中抢救我。我在这些野牛前是多么的无助啊！我要向周围宣扬你的作为，我要在他们的聚会当中歌颂你。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。雅各的后代啊，要荣耀他。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苦的人，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贫穷的人都得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，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皈依他，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，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，世世代代的人都要侍奉他。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，未出生的将要听人说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时常在不经意的当中出卖了你，得罪了你，否认你。我们与人不和，也再一次的使你的名因为我们再度受辱，再度的为我们的错而受苦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，
学习更像你，更勇敢，更忠心，成为美好的见证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